在台南市議會議長區里里的陪同，有着日本志賀縣議會議長木片信武，帶領當地議員首先來到議會藝術廳參觀，並且登上主席台，體驗主席主持會議，並且講下藝術題。接續雙方來到1樓的大廳，舉辦台南市議會甲日本志賀縣議會兩會締結友好交流的協定，有着台南市議會議長區里里甲日本志賀縣議會議長木片信武共同簽署友好的協定。議長手持協定書可以。今天本會與志賀縣議會友好協定的簽訂，象徵台南與志賀的交流正式邁入新的階段。透過議會之間的交流，不僅是經驗的分享，更是民主價值的連結，能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創新的動能，讓政策更貼近市民的需求。未來我們期待在觀光推廣、文化互動、青年交流及永續發展等面向，展開更深化多元的合作，讓彼此的友誼持續擴展，歷久彌新。大家好。今天是县議會與台南市議會簽署友好交流協定。那成為台南市議會能夠舉辦如此盛大的一個簽署儀式，我真的非常感到溫暖，也非常感謝。非常感謝。會後雙方並且互相贈送紀念品。現場出席的除了兩會這位議員專程來參與，另外台南市政府嘛由着副市長江林煌帶領各局處的官員到場出席，共同見證兩會的交流合作。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